第四，嘉賓致辭。請今日嘅主禮嘉賓，香港直接資助計劃學校議會主席及英華書院陳迪安校長。尊敬嘅葉校董、各位嘉賓、各位校長、各位辛勤耕耘嘅老師、各位以我哋最開心、最愉快嘅心情去迎接我哋呢班畢業生，我哋今日嘅主人翁，我哋今日嘅 K3 嘅畢業生，大家下午好。今日我好高興咧，有呢個機會嚟到迦南幼稚園嘅畢業禮，而今次嘅畢業禮咧係一個好特別嘅畢業禮，因為應該係下一次再辦呢個60年之後已經120年啦嚇。咁有一個60週年嘅畢業禮係一個唔簡單嘅一個教育歷程。頭先咧入到嚟呢度咧，我啱啱正可能家長都比我一樣，同我咧就望得好清楚。我哋望到下邊咧好精神，着住藍色畢業袍嘅畢業生咧，我即刻咧回想一下我哋自己做中學同小學嘅畢業禮嘅時間，啲同學可能冇你哋坐得咁整齊啊！你哋咧絕對係我哋中學同小學嗰啲大哥哥大姐姐嘅典範。再者咧，頭先入到嚟嘅時間咧，見到家長好興奮，我望一望呢個場館咧，我舊時咧就喺隔離街咧鄧肇堅學校度讀書嘅啫。咁咧就伊利沙伯體育館對我嚟講咧係成日食晏咧過嚟打乒乓波嘅地方。咁咧當然有時都會嚟睇下一啲嘅演出。咁今日嚟到呢個場館咧，我覺得整個嘅氣氛咧，媲美我哋早前啟德嗰啲嘅演唱會一樣。我見到大家手持嗰啲嘅熒光牌，同埋咧頭先家長咧好聲嘶力竭地咧去叫自己小朋友個名嗰個嘅情況咧，係十分令人咧係好感動嘅。咁所以咧，我相信咧家長同我哋一樣嚇，係期待咗呢一日咧都好耐。不過我同家長講咧，呢一日只不過係開始，因為佢仲有小學，仲有中學，仲有大學，甚至更加研究院嘅畢業，你哋都應該會繼續陪伴佢哋一齊。迦南幼稚園自創校以嚟咧，頭先都聽到梁明校監講，都係本着迦南嘅精神，以基督嘅愛去培育幼苗。我哋翻開學校60年嘅一啲嘅書冊或者呢個發展嘅歷程咧，我哋嚟講唔單止係見到幼稚園嘅成長史，亦都係見到咧係一部用心去書寫教育嘅詩篇。喺呢度咧，我想借個大家嘅掌聲咧，係要特別向迦南幼稚園嘅校董啦、老師啦、校長咧，致最崇高嘅謝意，好唔好啊？我相信佢哋咧唔單止係知識嘅傳授者，亦都係孩子生命嘅引路人、啟發者同埋佢哋嘅陪伴者。剛剛頭先聽到葉校董分享就話，喺過往迦南幼稚園畢業嘅同學咧，而家都已經有一啲係翻到嚟學校咧擔任老師啦。同學們，你聽唔聽得明我講乜嘢啊？真係好叻啊！我喺中學同學生講嘢，佢未必會回應我啊！多謝你哋嚇。咁咧，我希望你哋咧，如果日後投身教育事業，亦都諗住喺幼兒界去發展嘅話咧，不妨回饋你哋嘅母校嚇。OK。咁當然啦，學校咧，我哋亦都知道咧，近年咧係好積極推廣唔同嘅閱讀計劃，特別有一個叫 Reading Duck 嘅閱讀計劃啦，又或者好多品格培養嘅計劃，希望咧都係幫我哋嘅年輕人、我哋嘅孩子們，除咗培養佢哋嘅閱讀興趣之外咧，亦都希望佢哋可以有一個美好嘅品格。而家喺社會好多唔同嘅挑戰品格、價值觀係我哋最重要持守嘅宗旨。我相信咧喺學校嘅教導咧，我哋今日嘅畢業生咧應該會牢牢咁記住。我哋喺面前咁可愛嘅畢業生咧，我見到你哋今日咧好精神抖擻咁坐喺呢一度咧，咁我相信老師同埋家長都係好感動嘅。但係我想問下我哋今日嘅畢業生，你哋記唔記得你哋第一日踏入迦南幼稚園個時間啊？記唔記得啊？唔記得啦，唔記得係正常嘅OK。但係咧，我應該咧，大部分幼稚園都係咁噶啦。你唔記得咧，我話俾你聽咧，你當時入幼稚園第一日咧，通常都係喊多嘅最近幾時喊過啊？應該冇係嘛？
但係咧應該有啊，好誠實啊呢個同學仔 OK 啊，喊唔緊要㗎，喊都係情感嘅抒發嚟嘅嚇，OK 做得好。咁你入幼稚園嘅時間咧，可能當時咧又驚咧，又戰鬥啦，係咪啊？可能連揸筆都揸唔穩啦，係嘛？但係咧今日咧，你哋已經咧係可以坐喺度畢業啦，已經完成咗你哋幼稚園嘅課程，準備咧踏入你哋人生另外一個新嘅階段、新嘅舞台。我喺呢一度咧，好想對你哋有一啲嘅簡單嘅祝福。希望你記住我俾你呢3個嘅魔法嘅禮物。第一個，你有一對好奇嘅眼睛，呢對眼睛我希望你哋都係永遠保持去使用佢，去探索呢個世界，呢個世界唔同嘅事物，唔同嘅熱情。你哋有一對勤勞嘅小手，呢對小手幫助你哋日後勇敢去嘗試唔同嘅新嘅事物，去挑戰自己。你希望我亦都相信你哋每一個嘅畢業生都內心懷有一個感恩嘅心，亦都希望你哋從小開始已經去記得你哋每一日、每一個星期、每一個月，甚至每一年係幫助你哋喺身邊，你幫助你哋嘅人。而呢顆感恩嘅心，亦都係希望你哋可以傳揚開去，讓到我哋呢個社會咧更加充滿愛心同埋呢個關愛。家長們辛苦啦！應該過往呢6年幾等到呢一個嘅畢業，係咪都等到頸都長呢？正如我頭先講，呢個只係開始，因為你仲有嚟緊6年嘅小學，慢慢啦有排捱啊！我話俾大家聽，我自己有3個女嚇，我咧嘅大嗰個已經去到中學，小嗰個中間嗰個喺小學，細嗰個啱啱亦都喺幼稚園畢業，所以咧我完全明白中間有排捱嗰個嘅感覺嚇，唔緊要，大家同路人一齊捱嚇。OK， 家長，我只係想同大家分享幾句啫。教育係一個馬拉松嚟嘅嚇，今天佢完成幼稚園下年度佢要開始佢嘅小學，甚至中學，以至大專，甚至大學嘅教育。希望家長緊記，我哋身為家長嘅責任並不是揠苗助長。每一個小朋友喺主嘅眼裏面都係獨特嘅，佢哋有自己獨特嘅天賦。家長我哋嘅責任係需要陪伴，我哋係需要去啟導。重要嘅就係身教。而家年輕人面對社會唔同嘅挑戰，家長你哋嘅一言一行都係我哋小朋友模仿嘅最佳對象。所以我哋一齊努力，為咗我哋新一代嘅年輕人，佢哋嘅成長咧，係去用我哋嘅心，用我哋嘅行為去幫助佢哋。最後咧，我想用一句聖經嘅金句咧，去完結我今日嘅分享。我哋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有收成。加拉太書6章9節裏面提到，我哋而家要有我哋嘅恒心，我哋唔好灰心，因為社會有好多唔同嘅事情，有好多唔同嘅挑戰，但係我哋用心去做，我哋用心秉持，我哋去跟從主耶穌基督俾我哋嘅一啲嘅教誨，我哋喺嗰個嘅價值觀，我哋喺品格培養嗰度花心機。我相信我哋面前坐喺度今日嘅 K3 嘅畢業生，將來一定會成為一個可以為我哋香港、為我哋國家貢獻嘅年輕人。最後咧，我亦都祝願咧迦南幼稚園喺嚟緊嘅校務裏面咧蒸蒸日上，而更培養更多嘅年輕人，更多為我哋香港、為我哋國家咧作出貢獻。願主祝福大家，多謝。多謝陳迪安校長。